知不能公開妒忌，學習大方接受，同行時要殿後，誰冷落舊朋友？次日讓我心為一體的慶祝，沿途明亮燈飾閃映着沉重，言談越熾熱，內在更冰凍。誰當初無心將兩方撮合，然後留低只得這寂寞人，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傷感還是快感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映着你們，來來回委曲中受難。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他日你們完場時入戲也不難，善良人埋藏着最壞的心眼。我想一天你們會想會選我嗎？懷抱同情或眼淚，讓別個得到。留低的原因，一世的秘密，其實明知只得我是愛人，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開心還是痛心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來來回委曲中受難，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膽他日你們完場時入戲也不難，善良人埋藏着最壞的心眼。我想一天你們會想會選我。Hello， 嘉琪。緊張。好緊張咩？依家好啲啦。頭先你唱歌嗰時，我又唔覺得你好緊張喎。因為大家起台係管理我。咁呢一個係阿嘉琪嘅電燈細膽嘅 version， 我哋睇睇佢有幾多分先，睇睇。81分。好啦，多謝老師。黃凱芹老師。唱得係唔錯嘅，但係咪啱晒咧？咁就唔係咯。你揀咗呢隻歌咧，可以令到你真係攞到好多分嘅機會咧，係唔多嘅，係要靠你自己去製造嘅。個高潮啦，或者係嗰個副歌，或者邊啲地方可以再爆啲、突出啲咧咁。但係我又收唔到，咁所以咧係好平穩之中度過咗。音色好靚，個通好靚，聲底好靚，感情啊、表情啊、颱風啊都有喺度啦。但係比賽揀歌咧，一定要隻歌本身幫到你好多去攞分嘅，但係呢隻算係一隻穩陣，而你嘅演繹亦都係好穩陣，咁所以就係咁啦。多謝老師。阿 Hanjin， 我頭先係咁問佢哋，你係咪唱得好過 Stephy？ 跟住冇人肯答我。佢理論係咁嘅，當你揀一個難度10嘅歌嚟唱嘅時候，你跟原唱盡量，你都可能得到8分嘅。但係當你揀一個難度5嘅歌嘅時候，你唱得硬好啊，你冇做改善嘅話咧，你頂盡都係5分嘅咋。呢款歌咧，好處就係易學，
壞處就係你走少少音都好覺咯。你明明係音準好過其他參賽者嘅，但係佢就係揀一個嘅歌曲，咁佢又得佢高分啲，咁咪好唔抵。希望咧你之後要揀一個難度高啲嘅歌。多謝老師。係啦，周國峰老師揀一啲咧有機會係可以唱得好過原唱嘅歌曲。呢個其實都係一個策略嚟嘅，不過你係要唱得好過原唱咯。評判都會將你嘅版本同嗰個原裝正版去比較。仲有啲偷雞嘅方法㗎，就係咧升 key 啊、改 key 啊、改調啊、改幾粒音啊呢啲嘢咯。同埋你嘅左手係好好嘅。多謝老師。嗱，我會覺得我扣咗阿嘉琪比較多嘅分咧，係我會覺得你成首歌呢個聲音嗰個控制咧，我係覺得有少少刺耳嘅，令到我聽上去嘅時候咧係有啲辛苦嘅。但係我覺得你好努力，我好喜歡咧就係你喺感情嘅發揮方面咧，你係捉到呢一首歌電燈膽嗰種嘅苦況。聽完啦，你可以落去休息一陣，好嘛？唔該晒嘉琪。